为着要解决少子化，行政院长杜英台昨提出，由户政单位来提供还未结婚的青年、甲结婚还未生囝的翁仔某的资料，互相关单位来推广催生的奖励。这是引起外界的质疑运输的问题。杜英台今仔日佮补回讲，是希望当更较有效来宣导政策，绝对无踏过线。体验联谊活动，台北市要促成大势人透过联谊熟悉另外一半。9月7日，佮要办联合婚礼，推出奖励催婚。毋若要催婚，少子化各按规矩，生囡仔是一定爱有的。行政院长杜英台提出，户政单位应将适婚年岁、未婚青年或者是结婚无生囝人的资料催出来，方便了解奖励政策，引起侵犯各族疑虑。将来透过各种的科技技术，可以更有效的直接做一些政策及奖励措施上面的加强宣导，绝对没有逾越现在在进行的各项工作。杜英台澄清，健全的户政制度应有效帮助政府做人口规划，按过条件就会共下呼吁，爱重视个人运输。不结婚或不生，第一个是个人的选择，也是人生的这个生涯规划的选择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点侵犯到个人的选择哦，人生的这个自由，还有隐私。没结婚没生小孩，难道是罪吗？每年都上千例以上来帮助少子化，结果越帮生的小孩越少啊。这个户政的部分，那是由每一个国民他自己的隐私权，他能够自己决定他要不要结婚，他要不要有下一代。那这就是我们跟其他非民主国家不同的地方。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是到三港讲会，强调杜英台讲法利益是正良善，不过爱顾虑被催出来人的感受，也避免各自泄露疑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